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最近大熱的《紅樓夢》。當然了，跟《紅樓夢》一樣還有什麼《芳華》，也就是對這些作品的解讀。現在在網上非常火熱甚囂塵上。火熱到什麼程度呢？火熱到這個抖音的官方、抖音的副總裁都不得不專門發表相關聲明。還火到什麼程度呢？火到這個胡锡進老師是吧？昨天專門發了好幾個評論，這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連外媒都關注到了。這個新加坡聯合早報他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國網絡最近好不熱鬧，引發新一波反清復明和西方唯史論浪潮的《紅樓夢》道明說，以及為文化大革命招魂的電影《芳華》解說連番登場，攪動輿論。就連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锡進也疑惑發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短視頻平台抖音歷史博主吃瓜盟主的《紅樓夢》解讀視頻，讓圍繞這部清代小說的索引派觀點翻紅儘管相關視頻已被中國網絡平台下架，其中核心的《紅樓夢》道明說連日來依然引起坊間熱議。他這個報道還挺長的我們不介紹了。我們要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大家看視頻。我看抖音高管回應《紅樓夢》道明說理性討論，拒絕盲目吃瓜。12月10日晚，抖音集团李亮发文称，最近關於《紅樓夢》道明說的內容討論很熱烈。我們發現，除了對歷史文學作品的正常討論，也出現了不少史實錯誤或是沒有依據的猜測。除了滿漢全席吃人，還有夫妻肺片也是吃人，華倫天奴祖上是滿清貴族等等。對這些熱議的爭議信息做了核查，初步梳理了10個不實或者爭議較大的點。對歷史和文學作品的討論可以有自己的觀點和解讀，但不管何種觀點都要有事實為前提，理性討論，拒絕盲目吃瓜。有網友說這個叫什麼吃瓜盟主的，雖然已經禁言還是什麼作品下架，但是他的粉絲反而暴漲。這個博主他做節目做了好幾年，好像是講歷史的，一直是不溫不火。突然最近就是靠這個《紅樓夢》索引派叫道明的這種觀點一下子網上大火。而且這個官方，你看抖音這個官方越禁他的粉絲越多。當然了，這個博主還說什麼1644史觀，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他認為咱們從大概的意思我不能，因為我沒看過他什麼節目，你知道吧？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中原王朝或者就是咱們汉人從古至今那都是一直偉大，一直保持着領先。那這個過程呢是被1644年滿清入關給強行打斷了，導致我們近代受屈辱，近代落後世界等等，就這意思當然了，他還有很多其他雷人的觀點呢。所以這個事情这麼熱鬧我也來談談我的看法。既然他已经激起了這個平台官方還有這個國外對吧這些媒體的重視，很多人也知道我在去年就說了我要解讀《紅樓夢》，然後今年花了半年的時間，每天晚上堅持解讀這個《紅樓夢》120回，大概有300-400個網友是堅持跟我一起看完了這120回，對吧？沒想到這個咱們把《紅樓夢》解說完之後，這《紅樓夢》在網上還火了。這個確實當然了，這是巧合，完全是巧合實際上按照索引派的觀點那這個《紅樓夢》這個在網上爆火，那應該是我引起的，對吧？完全可以用索引的這種方法和手段證明這個《紅樓夢》在網上爆火是我帶火的。我在講《紅樓夢》的時候，我介紹過索引派的觀點，對吧？咱們講《紅樓夢》的時候說得很清楚，我們先要了解這個成書的背景，當時社會是什麼樣一個社會，然後對作者要加以了解，以這個文本為基礎，也就是我們怎麼分析怎麼看，我們實際上是看文本，对吧？对作者对背景了解完之後，通過文本然後我們感受到，對吧？當時這個社會這個書的作者想表達什麼，他給大家給讀者呈現的是一個什麼個景象，一群奇女子，對吧？在作者的筆下寫的栩栩如生，感覺生活多姿多彩，但實際上掩蓋不了在那個封建社會下女性那個悲慘的命運，三从四德，對吧？男權社會，男女是不平等的，女性基本上就算是財產，女性得依附於男性，年輕的時候小時候得靠他父親，對吧？成年了要靠老公，老了要靠兒子，這個是那個時代舊社會女性的這個命運。不要看那個作者寫的，對吧？王熙鳳多厲害，賈母多厲害，多風光，王夫人實際上她一碰到男權基本上啥也沒有了，對吧？你看王熙鳳多厲害那賈璉拿劍殺他，那他不也認嗎？如果賈璉真把他砍死了，那也是白死當然今天我們主要不是介紹這個當時我就說了這個索引派，我認為索引派呢，其實我不討厭索引派我認為索引派他因為他
他把這個《紅樓夢》啊推向了更多的大眾，讓《紅樓夢》被更多人去了解。就我們現在討論《紅樓夢》說的這麼熱鬧，實際上《紅樓夢》真正看過的人，把這個120回看完的萬里挑一吧，別管他是什麼派，索引派還是考據派，正因為看過原著的人非常少，所以這個索引派更容易受到大家歡迎，因為它符合大众的这個獵奇心理。反過來也說明這個考據派啊，它是晦澀難懂，對吧？變成少數人把持的一個這種話語權，因為大部分人看不懂，大部分人也沒有耐心把《紅樓夢》看完。但是悲劇就是什麼呢？悲劇大部分人也知道《紅樓夢》是個名著，是咱們古典文學的一個古典小說的一個巔峰，難以逾越的高山。就像很多粉絲仰慕的明星，崇拜喜歡，當然突然有一天有人解說说他是，对吧，美帝的間諜或者日本的間諜，你想想這是不是就炸鍋了，對吧？你這個本來是可望不可及，就是反差過大呀。這個《紅樓夢》我個人認為這個作者是曹雪芹，他在寫這個書的時候因為他這個書不像現在咱們寫小說對吧？有的人一天3萬字5萬字坐在那兒電腦上一頓噴，有的現在拿嘴講完了之後自動生成字幕，然後改一改，高產。過去的吧，那曹雪芹那是饥寒交迫，貧困交加，吃了3頓沒下頓，躲在北京那個香山附近，他寫這個小說，剛開始寫的時候，好像他家裡人還認為他是有病，精神不正常，拿鐵鏈子鎖着他。他這個小說邊寫，就有朋友來到他家探望他。探望的時候，發現他這個小說在寫什麼呢？寫《石頭記》。剛開始還沒當回事，後來越寫，朋友就是看到的朋友們呢，覺得寫的越來越有意思，然後把他的手稿要麼就是抄下來了，要麼就是把他手稿拿走了，傳閱去了。那這個因為當時看曹雪芹的這些朋友多多少少都是文化人都是很多都是貴族因為曹家以前也是貴族所以雖然落魄了那還對吧？他的那些朋友很多混的還是不錯的，所以把他的書把他那手稿或者是抄下來的就傳閱。實際上從這個時開始就有了索引派，就是索引派，那相對應的就考據派我覺得索引派比考據派要早。這個曹雪芹寫一回對吧？寫完了，朋友拿去傳閱，大家就在猜這玩意兒你到底寫的是誰因為大家記住當時是文字獄高壓，所以对吧？那個文字審查、作品審查，大家可以想象稍有不慎要殺頭的，要誅九族。當然了，誅九族有點過分反正總之要抄家。文字獄越這樣，那些讀者他就越推測，說你這寫的到底是誰再加上這個曹雪芹的《石頭記》他前面還專門寫了叫甄士隱，就是把這甄士把它隱藏了，然後賈雨村，然後還說了你們不要追問這個作品寫的是哪個國家寫的是什麼時候，一切都忘了。你看作者越這樣，那讀者就越好奇如果你交代了你这寫的是東漢末年，對吧？或者你說我這寫的是羅剎國，那好奇獵奇的讀者就少多了。他偏偏寫上一個對吧？甄士隱、賈雨村，然後還寫上你們都不要問我這個無从可考，寫的什麼時候誰的事情。他越這樣，那讀者就越推測猜測。那有的這個貴族好像那個你比如那個什麼滿清的這個最開始的元孫就是那個阿濟格還是什麼後代什麼东陳敦閔，他們一看這不就是寫我們家的事嗎所有的貴族一看就是尤其是落魄的貴族一看這個仿佛的看到了就回憶起了先祖的這個榮光你這寫的不就是我們老祖的事嗎？所以越這樣他越感興趣，越等着看下一部下一回等着看連載要天天催曹雪芹要催更然後有很多人带点酒，带点吃的，豬頭肉或者带米，跑到曹雪芹那去了，催更去了，說寫完沒有寫完我趕緊抄。有的人把原稿還拿走了，這就是為什麼曹雪芹的《紅樓夢》那個版本那麼多的原因之一為什麼這個《紅樓夢》版本10幾個版本，這個就是這個原因。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好像那個博物館裡面有一個俄版《紅樓夢》，跟咱們現在這個咱們經常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一版還稍有出入，所以大家也理解就是他那個原稿或者被人抄走之後，那曹雪芹還得改对吧？他寫着把前面也得改一改。這個好像是增删10次批閱5載，那你說這個版本不就多了嗎？但都是曹雪芹寫的只是他前面被人抄走的他改不了了，对吧？自己这改了，后面人接着抄，对吧？发现不一樣了，你看好，所以說這個索引派
是曹雪芹編寫，外面在傳抄傳閱的時候就開始索引了，大家在這推測啊，你這個賈寶玉說的是誰啊？你這林黛玉說的是誰啊？好像是我們家啊。哦，你不好意思，你不敢寫，對吧？因為那個時候你要寫了，很有可能要抄家，对吧？你對這個皇帝不滿，所以這個索引派啊，所以它的源頭啊，我覺得比考據派恐怕還早。這個索引派達到高峰是什麼時候呢？那就是清朝亡了，應該是明初，對吧？這個蔡元培他把這個索引派推到一個高峰，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對吧？那时候要革命啊，要反清复明，对吧？那时候是主流的這種社會背景，對吧？雖然清剛亡。作為蔡元培的吧，他要推動這種新文化運動，推動這個革命，對吧？深入那個時候叫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對吧？反清復明等等，應該很多人對近代史了解的知道吧？就是清末的時候，那時候口號就是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前面叫反清復明，所以他們打出那個旗子，你知道吧？很多旗幟啊都是晚明那個旗幟。哎，在這種社会背景下，蔡元培他把這個《紅樓夢》啊索引派推到一個高峰，好像他寫了一個什麼叫《石頭記》什麼索引吧，反正是書名字我不記得啊。然後他認為啊，因為索引派索引的觀點是不一樣的啊。剛開始的時候，大家索引的就是啊，這說的是我老祖啊，對吧？是我祖上，都是滿清刚入關的時候怎麼樣？到這個蔡元培的時候，基本上啊，他認為這個《紅樓夢》是道明之亡，接親之師啊。然後索引派的觀點就認為了啊，這個賈寶玉是玉玺，傳國玉玺，林黛玉是崇禎皇帝。你看看啊，林黛玉的這個判詞啊，叫玉帶林中掛。你看看，那崇禎皇帝不就是在眉山掛在樹上嗎？玉帶林中掛，這不就是說的是崇禎嗎？哎，為什麼說這個賈寶玉代表大明朝呢？代表這個傳國玉玺啊？你看這個賈家叫賈政啊，仨孩子就是王夫人所生啊，嫡出，一個叫賈元春，一個叫賈珠，一個叫賈寶玉。那個賈珠取他的名字叫珠，賈元春有個元字，所以他們推導出啊，賈寶玉的名字大名叫叫朱元璋啊，影射的是朱元璋。然後这個賈寶玉的大名叫賈章，這個賈章啊，在《紅樓夢》裡面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名字啊就沒有出現過。但是這是索引派推導出來的，因為他認為啊，這個《紅樓夢》裡面主角都有名字，正式的名字，但是賈寶玉沒有正式的名字，他只有小名，啊。那他就說了，那大名呢？賈寶玉大名呢？大名亡了。你看看影射啊，明朝亡了。賈寶玉的大名叫賈章啊，跟那個他姐姐他哥哥合到一起叫朱元璋。然後這個啊，《紅樓夢》裡面寫的是賈家，對吧？史家、薛家還有王家合到一起啊，叫家王學史，又是這個諧音啊。當然了，這個《紅樓夢》這個作者啊，喜歡用諧音梗，那人家索引派這麼解讀好像也有道理啊。反正你既然作者喜歡諧音，那我就不能不懷疑你這都是諧音啊，也有理由啊。所以他就認為這個叫家王學史，這個還算正經的啊，就是一本什麼一本正經的，有板有眼的去索引。那還更多索引的就更恐怖了啊，就像那個視頻裡說的呢，是夫妻肺片，是吃人，滿漢傳習也是吃人等等啊，越來越離譜啊。這我是簡單的介紹一下索引派它是怎麼來的啊。那到了蔡元培這兒，索引派就達到一個高峰。但是到現在為止啊，所有的索引派都沒有超過蔡元培的這個框架和高度，就是你搞來搞去還是在蔡元培這一套裡面轉圈啊，打轉。那個考據派呢，考據派的巔峰就是胡適，胡適把考據派推了一個巔峰。後來就是什麼周汝昌啊，對吧？什麼紅學專家很多啊，這名字大家自己去查去。這人是考據派，考據派他們就認為啊，這個曹雪芹啊寫的就是他們家史啊，然後糅合到一起編的這麼一個小說。所以說從大眾的角度來說啊，那肯定是索引派有意思啊，對吧？考據派它有什麼意思啊？你想对于一個啊連《紅樓夢》都看不完的人來說，你說哪一種更吸引人？那肯定是索引派嗎？這多有意思啊！更離奇的是啊，後面還出來一個癸酉版，那個癸酉本是28回，那個是近年代才出現的，現在在網上流傳啊。這個現在的索引派啊，他把這個癸酉本呢加到裡面去了。這個蔡元培的時候啊，還沒有這癸酉本，這個癸酉本好像是上世紀80年代吧才出現的。後來啊，這個持有這個書的人，他承認了是造假的，但這個孤本就這一本，沒其他地方沒有。完了這個28回啊，因為我沒仔細看過啊，你要是看了之後，你恐怕就是只要你正常的人都知道，這玩意是個胡編亂造的，連狗尾續貂
都算不上。就是他把那個前面80回這個草灰蛇線是吧？這個曹雪芹啊寫的這些埋的伏筆，對吧？他的那些判詞留下的未解之謎等等，他都在28回裡面一一的給他對應上，就深深的給他續出來，續的那玩意兒沒法看。首先第一個，你就是因為咱們主要不聊這個紅學的這個《紅樓夢》的這文學性啊，就是詩詞歌賦啊，因為咱們現代人都不擅長。你要對詩詞歌賦稍微懂一點人一看，哦，這就是2個人写的呗。对吧？你看曹雪芹寫的那裡面的很多什麼《葬花吟》是吧？因為曹雪芹喜歡蘇東坡，他寫的很多詩都是模仿蘇東坡的那種寫的，寫的非常好。那比如他們那個贾寶玉的吧，他们这个在大观园里面搞诗社，那不都得写詩嗎？一個人來一首、2首、3首、4首，那個詩詞寫的還是不錯的。無論是說以贾寶玉的嘴說出來，或者是林黛玉、薛寶釵，但是你到28回的時候，就是這個國有版，那簡直那就是2個人寫的啊，根本就不懂這個古代的詩詞，一看這就是個仿，就是現代人就是狗尾續貂，在那瞎琢磨的。但是現在很多人，哎，如果這個東西你說我知道他這就是別人編着玩的，我娛樂一下沒毛病啊。你就看着玩，本來寫小說就是看着玩嘛。但是這個作者壞在什麼地方？他非說這是原著，是曹雪芹寫的，你這個就叫詐騙，對吧？你這叫欺騙。你說你一拍胸脯說這就是我寫的，你們喜不喜歡看？不喜歡看拉倒，對吧？喜歡看你就膜拜。那個劉心武大家知道嗎？在北家講的劉心武就是近代啊索引派裡面，我認為他是成就不錯的。他主要是說這個《紅樓夢》講的是九子多嫡，還是清朝的事情啊，就是康熙晚年啊，這個雍正九子多嫡，然後這個非要說這個秦可卿啊是那個廢太子胤仁的這個女兒，然後這裡面啊就是都是廢太子這一幫怎麼樣跟那個四阿哥這一幫怎麼鬥，是吧？當今的皇上是一個宮廷內鬥劇啊，這是劉心武的觀點。我看他，然後劉心武自己不也寫了後面他續了後40回嗎？哎，人家光明磊落說這是我續的，你們覺得不好就不好，你要覺得好你就看，對吧？他沒有說哎我發現了啊，這曹雪芹寫的真正40回在這兒，所以這個國有本啊就是非常遺憾啊，現在搞得現在眾說紛紜，好多人把它當真的，現在已經真假的難辨了。你要說它是假的，很多人不答應。我告訴大家一個離奇的事情啊，如果你對《紅樓夢》稍微有點了解啊，你都知道林黛玉是什麼樣一個人。前80回，咱們就不說那後面對吧？人續的40回了，就是曹雪芹寫的前80回，林黛玉是什麼樣一個人呢？但是在國有本裡面，林黛玉可是率領這個賈家啊抵抗這個強盜，奮勇殺敵，在大觀園在保衛大觀園。哎，索引派就以此更加驗證了啊，說你看看，這不就是崇禎皇帝帶着這個太監對吧，保衛這個故宮嗎？最後跑到煤山吊死了。你看林黛玉就是啊，你看看更加佐證了林黛玉就是崇禎皇帝。這個薛寶釵呢，薛寶釵就是滿清，代表滿清入關。好了，這就是我大概介紹一下這個《紅樓夢》的索引派和考據派啊，這個索引派的發展過程。索引派說來說去啊，本來作為一個你拿它茶餘飯後看着玩沒有問題啊，但是你非要說它是真的，然後拿索引派去攻擊考據派，對吧？拿索引派去你當真，你這就是傻，就是蠢。索引派啊是就是以想象來證明想象，以猜測來證明猜測，對吧？魯迅呢對索引派有一個非常深刻的評語，這是什麼？大家自己去查去啊，對吧？這個魯迅一下就給索引派的這個畫皮啊給揭穿了。這個魯迅他批評這個索引派啊是在猜笨謎，就是在猜謎語。那這個現在索引派為什麼大火呢？在網上形成這個讓這個抖音的副總裁都出來闢謠，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狀？你再結合那個芳華的解讀，這裡面有這麼幾個問題啊。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99%的人沒有看過《紅樓夢》，即便看過，那恐怕看的叫《紅樓夢》電視劇，沒有看過《紅樓夢》的這個原版，對吧？或者它是《紅樓夢》有13個版本或者10幾個版本，你隨便看哪個版本都算。絕大部分人沒有看過，沒有看完過，對《紅樓夢》的了解僅限於課本上的和電視劇，但是他又知道《紅樓夢》是一部名著，這是第一個啊。所以這就是索引派啊，它能夠迅速傳播的一個土壤。第二個呢，就是這些索引派解讀現在索引的方向，對吧？蔡元培還是簡單的叫反清復明，要革命。現在的這個索引派解說呢，它跟蔡元培那時候又不太一樣。他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剛才說的啊，這個咱們中國啊，自古以來都是遙遙領先於美西方。1644年以後，滿清入關把這個打斷了，他們是歷史罪人，導致200年以後啊，我們落後於全世界，受到這個西方列強的這個侵略屈辱。你看看滿清一倒台，現在我們又成為世界第2了。你看看，所以說滿清來的這300年啊，導致我們倒退，否則的話我們一直是遙遙領先。就這個論點啊，你看就這個觀點，你在網上你想想，跟那些正能量對吧一部分，跟那些小粉小紅
一合拍，再加上我刚才說的，這大部分人沒看過《紅樓夢》，一下啊就這個《紅樓夢》這個就突然啊就叫風借火勢啊，火借風勢，一下就火了。他披上了民族的外衣，民粹的外衣，所謂的1644史觀。這裡面我說一下啊，滿清入關啊，其實你很難評價它，就是都是有利有弊啊。這個滿清你要從歷史上說它壞處，對吧？那當然他到了尤其是江南啊，他就開始屠殺，对吧？鎮壓那些反抗的人士。滿清有很多這個值得批判的地方，但同樣啊，滿清它也有很多的吧值得你現在肯定的地方。不是满清的話，你现在疆域不是这個樣子的，對吧？如果你啊還抱着大明朝，那你現在十有八九是長江以南啊，長江以北啊都搞不清了，至少黃河以北搞不清，很有可能是俄羅斯人的，对吧？咱們都有個說法，一個是滿清是吧，奠定了咱們現在的疆域一個基礎，這你不能不承認，對吧？你要繼承明朝的那好嗎？第二個啊，有史以來啊，咱們中原民族啊從來沒有管理過這個少數民族或者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你算算吧。汉唐算是非常强盛，但是他也没有很好的，就是說他有那個實力去管理啊什麼這個西域游牧民族嗎？頂多在那兒設個都護府，這個都護府啊實際上就是軍事管理在那兒，對吧？少量的屯田其實都不多啊，它也有軍垦吶，但是不會太多。我說這什麼意思呢？就是強大到漢朝唐朝這樣的盛世啊，他也沒辦法有效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管理，他只能對農耕地區進行有效管理，而對農耕和游牧民族同時進行管理的恰恰是北方的少數民族，或者叫北方游牧民族啊。咱說的不对啊，你看看蒙元是不是？蒙元是同时管理農耕區和游牧區，滿清就是你看同時管理漠北草原是吧？內蒙、外蒙、西藏農耕區、中原，還有大家記得個遼對吧？契丹遼也是的，同時管理對吧？這個游牧區和農耕區。都是這些，你看看這是什麼規律啊？這就好比我們現在說一國兩制，對吧？游牧民族、游牧地區的管理和那個農耕區的管理是不一樣的。這漢人政權就中原王朝它是沒有那個管理游牧地區的這個興趣和能力，一個是也沒有興趣，因為那地方苦寒之地，物產比較匱乏，你管那兒入不敷出，出力不討好，所以他沒興趣。第二個他也沒那個能力，說實話沒有那個手段。歷史上有很多次啊，中原政權把那個匈奴、把那個突厥什麼的啊，就打敗了之後，把他們全部怎麼辦呢？怕他們鬧事啊，怕他們下整，把他們往南遷，對吧？遷到黄河以南，跟漢人雜居，省得他們鬧事啊。你遷過來之後，你不就变成種地了嗎？但是時間長了之後，你把那些人遷走之後，那個游牧地區啊，它又出了新的民族，他們慢慢發展又強大，又得跟着中原幹。所以說这個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區總是這個戰爭不斷嘛。無論是蒙古人啊，蒙古人到了中原，我記得上一次說過的吧，他本來是想把這個漢人都給要麼趕走，要麼殺光，對吧？把這個黃河以北啊搞成這個養牛養羊，搞成牧場。後來他們發現，哎，他們能管理這個農耕區，對吧？這個你把這個人吶當成兩個腳的羊不就行了嗎？他們還能自己幹活，完了之後還能給你提供糧食，還能給你交稅，你都不用管他，比管羊比管馬容易多了。他們聽話呀，哎，所以他發現他能管農耕區啊。我說這什麼意思啊？就是說我們現在對吧？你看你的疆域這麼大，我們現在強調是56個民族，56枝花，對吧？我們現在講究的是民族大團結，所以這個現在這些解讀啊，要把滿清，對吧？非要把它踢出去，制造這種民族分裂，對吧？人為的啊制造撕裂。這個不是蠢就是壞。最有意思的是什麼呢？最有意思的啊是他們正能量界因為這個發生分裂，就是夾頭這一派啊，小夾頭們，他們本來是對吧，都是一個調調，小粉小紅，愛國正能量。現在他們之間啊撕裂非常嚴重，一派認為啊，對吧，你就不應該這個制造民族這個矛盾啊，撕裂社會，我們現在要統一。一派就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你看我們就是大漢厲害，黄漢，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我們都厲害啊，我們遙遙領先，清常是遙遙領先，对吧？我們自信跟那個西方唯史論是一樣的啊，但是就是都自信都清常是遙遙領先的情況下，哎，他們角度不同，所以這個一派啊，就1644史觀這一派指責另外一派啊，你們是滿夷，所以他們很多有粉絲啊，跑到這個有明星好像是滿族的是吧？哎，跑到下面攻擊這個明星，說他是滿夷。聽說吳京啊也遭到攻擊，這吳京是不是也是滿族人呢？不太清楚啊。總之你看啊，很多愛國正能量大 V 現在被禁言，就是他們互相舉報，造成分裂，這個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好比雙方啊，两個人爭着去
舔局啊，一派指責另外一派舔的不对，说你的姿勢不对，你这是包藏祸心。最后我想说是什么呢？这个事情的推手啊，无疑就是平台。现在平台方出来贼喊捉贼，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啊最近天天刷到这样的视频，就是什麼唯史論，就是什麼紅樓夢，什麼國有版，什麼吃瓜盟主啊，什麼1644史觀，我刷到這個我就點不感興趣，一會兒他又給我推一條，我還給他點個不感興趣，一會兒又給我推一條，就這樣，這個絕對是平台的作惡。平台現在在賊喊捉賊，想把自己關係撇清。這個平台為什麼這麼幹呢？他到底什麼目的？我現在也不清楚。至少一方面是他是為了流量，對吧？這是最淺的、最淺層次的是流量。如果更深層次，他是要製造這種對立，只有對立才有流量，只有互撕才有流量，才有話題啊。這回對立玩過了，所以趕緊出來滅火。實際上啊，歸根結底還是這個愚民，對吧？你看這些網友和100多年前蔡元培那個時期一樣啊，是屬於愚昧、混沌、蒙昧狀態，沒有任何進步。剛才已經說了，如果你把這個只是當個娛樂，對吧？我在茶餘飯後，哎，這麼說挺有意思，是吧？啊，林黛玉是崇禎，自己在樹上掛死了，上吊了，哎，這麼解釋還挺有意思。沒關係，你這個是個娛樂，但是你把它當個真的，然後拿這個去跟現實社會去一一對應，這個就是包藏禍心吶。所以歸根結底啊，還是這種，就是老百姓還沒有任何變化，跟100多年前。今天《紅樓夢》這解說一火，你把它滅下去，過2天就是芳華解說火了，你把芳華的滅下去，過幾天有別的解說火了。按照胡錫進老師所說的，就是借屍還魂。最後啊，我借這個特斯拉法務部這個，他那不是注冊了個官微嗎？官微下面介紹就是8個字，叫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現在這個事情在網上這麼火，驚動了，對吧？海內外媒體，歸根結底啊，還是愚昧，對吧？導致愚昧的原因是什麼？大家自己去想吧。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